份儿上，一切都有变数，生下来容易，谁养啊？王铁基，你个王八蛋！那不挺好的吗？既健康又环保。你下楼买去，今儿说什么我也不用它了。不用啊。好啊。怀了怎么办？你这也太瞧不起人了，就我这控制力。不应该呀。我也特纳闷，是吧？你这自信都是打哪儿来的呀？不能怨我呀。那要不是你扭一下腰，是不是？那么刺激，谁受得了啊？那平时你都不动的，是不是？不按套路出牌呢。明儿记着买药吧。你不安全期吗？有必要花这钱吗？跟你说个事儿。说。我们单位准备盖楼，然后分了我一个指标，5000块钱一平，你觉得合适吗？肯定合适啊，这不等于白给吗？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说咱俩要把这房子拿下了，是不是婚房就出来了？可100平也得50万呢，这可不是小数。哎呀，你平时就觉着我这个勤俭节约特在面儿，是吧？这等到花钱的时候，你也该知道这个面子不能当卡刷了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卡里边有40多万，你那张卡里也有将近10万块钱，咱俩加一块儿，全款都够了。哟，合着你有钱呢啊？我以为你穷的连卫生纸都买不起了呢。哎呀，别废话，你就觉得怎么样吧？买啊！明儿你就把我卡里的钱都提出来，这可是大事儿。唉，完了，就算你结了婚，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。万一以后你发现他人品有问题，想要反悔怎么办？什么？已经有半个月没来了。你知道现在打个胎得多少钱吗？啊！再说你那天不安全期吗？谁告诉你安全期就安全了呀？那谁告诉你安全期就不安全了呢？我跟你别不用给我往别的地方扯啊！你就老实交代，你跟谁睡了吧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说的怎么不是人话了？我问一句不行吗？我都不知道是哪个男人的种，凭什么我花钱去给人家打胎呀？你就一点都没想过让我把这孩子生下来？是这样啊，首先呢，这个孩子我确定不了他到底是不是我的，我不相信我能在安全期让你怀上孕。第二，咱们俩现在还没到谈孩子这个份儿上，一切都有变数，生下来容易，谁养啊？王铁基，你个王八蛋！我连买房子的钱都给你了，还没到那份儿上呢是吗？啊，你良心让狗吃了是吗？急什么呢？解决问题嘛，重要是。去做手术连车都舍不得开是吗？骑车不是浪漫吗？再说我骑也带你，主要是费油嘛。哎，你等。走啊。我不在这儿做，这医疗条件也太差了呀。哪儿差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有医生有护士的。挺好。王铁基，你把我当什么了呀？啊，这是做手术，不是修手机。我在这坐死了怎么办啊？怎么可能呢？再说这不有救护车的吗？你知道正规医院做个人流有多少钱啊？你知道我是你女朋友吗？我知道啊。不好意思，从现在开始我不是了。你把我钱还我，
你找别人跟你一起买婚房吧。你说的是真心话吗？你什么时候给我钱了？什么？我不记得了，你什么时候给我钱了？有欠条吗？有证人吗？王铁基，你哎，卡里边就5块钱了啊！他真的1分钱也没给过我，连电话都没打过。这事儿我没敢跟家里人说，怕我妈上火。我现在连吃泡面的钱都没了。花钱，给我想一招最毒的，一定要最毒的。我要整残了这孙子。这钱我可以不要，但是憋在心里面这口气，我实在是咽不下去。如果你们能把钱给我要回来，我全都给你们。博士，你是律师，你觉得这件事儿用法律的手段能解决吗？没有任何的文件或者录音可以证明王铁基拿过你的钱，所以绝对不可能。韩小姐，钱的事儿先放一边儿，但是这件事我们帮定你了。如果让这种人渣逍遥自在的话，我们整垮小组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对啊，对啊。谢谢你们。小凡凡，小凡凡，哎，干嘛呀？去给韩小姐弄点吃的。等会儿啊，这把马上挖好了。你确定？你好，先生。啊，那边那位女士为您买的。坐。一个人。那，你愿不愿意陪我坐会儿？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？啊？特殊的吸引力。有没有人告诉你，你这么老说实话其实不好？您可真幽默。
手，左手。单身吗？多久了？ 2天，啊？ 2年了。那你一定很寂寞吧？啊？寂寞吧？你呢？就喜欢你这种一点就透的人。你好，女士，这是那边那位先生送的。把酒拿回去，跟那位先生。